运动部长李阳拜四呢头一摆参加行政院会的报告，针对最近讨论这体育班废除问题，伊强调未来会含这教育部还有基层老师做伙来讨论。为了要听到这第一线的建议，这运动部伫咧9月11、12这2天呢，邀请北区175间高中的体育组长办1天2暝交流会。这些老师是拢强调讲，这体育班应该爱保留，毋过需要转型。 运动部长李阳就任第3天，头摆伫行政院议会报告未来的施政重点，针对最近讨论真热的体育班敢有需要废除的问题，伊讲家己本身嘛是体育班的学生，未来会继续向教育部讨论，听基层老师的声音。 我认为体育班的议题，我们未来会多跟教育部去做讨论，因为我觉得学生运动员现阶段来讲，会以学业跟训练并重。那我们当然也会倾听基层教练跟基层老师的声音。 为着要听到第一线体育老师的建议，运动部也伫9月11、9月12邀请北区175间学校的高中体育组长进行2天1暝的交流会议，针对体育班是毋是要废除，多数的老师是认为应该爱保留，不过也提出转型的建议。体育发展的重点，当然学业成绩就经常被忽略了哈。我是建议部长这边是不是可以参考国外培养运动员的一些进度。 来去思考说，我们接下来体育班，或者是说我们体育班的转型，要怎么样来去做会比较好？我认为是不需要废止的，为什么要废除呢？因为在现实层面来讲，我觉得学业跟运动是可以兼顾的。你不上课了，那就不能比赛。 体育老师指出，目前体育班的升学制度，若是学生要考高中、大学，学校拢是较看重运动的成绩，学科的成绩比重就较少。历史真侪学生拢认为，只要运动的成绩表现了好，就当顺利考调理想的学校。老师认为，升学制度是未来运动部和教育部需要重新去思考的。安尼学校面对学生，才知影要安怎协助因课业和运动拢着爱兼顾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